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日本官军加入中东战争停伊朗，外界惊红海运输的登去，全球航运面临新的威胁。国际原油继续贵，中油宣布明仔载开始，国内汽油起1.7块，柴油起1.5块。台中北区3名中德误差路口有车咧等红灯，拄着救护车无让路，警方要动发。美国的民众是第3摆来游行，就是要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拍伊朗，指出讲因国内这个物价来大起，因是真不满。主办单位估计讲会有上百万人来参加。西班牙啦、意大利啦，遐的欧洲国家嘛大规模来响应。9千9万的示威者一直全美国各大城市，透过空气镜头会当看到大批民众就废城的街路开甲直通通。这场叫做“无王日”的抗争行动，有计伫全美国50州公布展开，超过3200场活动，目标直接指向美国总统川普甲政府的各项政策。Now they're united, okay, and we are united in our condemnation of this group.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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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est them all. 示威者杀掉挂金属皇冠的川普大型塑像，甲副总统官司顶内阁核心成员的翁仔，伫街路表达不满，民众发出红火，强烈抗议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的战火，也控诉现任政府的移民政策，也阁有反川普的火车也公布脱销到海外。伫意大利首都罗马，参与人数超过主办单位有期。反战的示威人潮台湾街路，更加有人伫美国大使馆头前烧美国国旗。Φυσικά θέλουμε 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να είναι στη χώρα τους, να δουλεύουν, να ζουν καλά, να έχουν τον πολιτισμό τους και όχι να τα στέλνουμε στις ξένες χώρες να υπερασπίζονται συμφέροντα μεγάλων που δεν μας αφορούν. 第西班牙马德里是有美国公民，也标记应形容川普是小偷啊，批评今麦政策当咧下救民主。I'm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a man that doesn't belong in the White House. He is completely and 100% unqualified. He cares nothing about America. 不过，相对伫全球街路的愤怒花休，抗议四国拢咧举行，川普的车队是伫拜六早起去到高尔夫球俱乐部，有计伊会伫遮度过9月，甲第3摆发起的无王日游行，形成遐头的对比。记者综合报道。看转来到咱台湾，立法院针对行政院甲在野3个版本的各项特别条例落去初审，不过大多数的条文呢是无共识，保留送交协商。同时间是传出过美国参议院跨党派访问团伫咧3月30日来到地，表达对咱台湾的支持，呼吁立法院要赶紧通过各项特别预算。那样迄边是讲会开放心态，袂先设立场。国防部发布上新强机舰动态，对28早起6点到29，总共查到9只强舰、2只国务船加19架次强机，其中有13架次超越台海中线。因若中共对台军事压力侵权的时阵，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访问团，即要伫台湾时间39台湾，有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夏亨加共和党籍的邝世恒这个人。夏亨伊讲，此行毋若要，搁再讲到对台湾的支持，也要表明说明台湾自我防卫的重要。根据了解，访台期间除了拜会赖总统，也甲国民党成员来会面，目的就是敦促立法院赶紧通过各项特别预算。那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一定会站得很稳哦。那就是只要美国有发价书过来，只要美国愿意卖，而且我们又有需要的。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绝对支持。应该是也会强调说商购还有委制对台湾的重要性，我国的国防自主能力，包含美国的 AIT 的吴立言先生也提到这个他们支持的是由行政院、由国防部的这个条例。也若副方敢若讲，若访问团有任何确定安排会适时向大家来公布。另外，立法院审查各项特别条例，即阵多数条文无共识，送交协商。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顾立言除了经由专访表达关心，也强调各项特别预算所反映的是对台湾自身各项工业基础的投资，特别是无人系统的生产。
台湾国防自主会投资在无人机、无人船以及相关的精准弹药，不仅可以有效的提升防卫能力，也可以给国防产业更稳固的财务支撑，这样他们才可以更有效的进行长期的研发，也可以触动经济的升级，成为国防经济，也可以加强台湾的防卫韧性。这次川习会会伫5月举行，是不是会影响美国对台政策？高立言阁在讲，川普政府对台政策甲一中政策拢无改变，也无认为美台关系甲美中关系中间需要采取也是放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原油是继续贵，中油宣布讲明仔载开始，国内的汽油起1.7块，柴油起1.5块。和中东战争拍到即马，中油是已经吸收超过69亿。礼拜二透早，加油站都有车辆在排队。中油宣布30起，搁调整油价，油价继续起，民众有感觉皮包救水。我车本身已经小车，就已经省油的车，但是在这个油价上面，每一个星期的消耗量至少增加了，跟之前比起来，大概差将近有20%左右。不会多很多，不过这感觉不太好就对了。因为台湾没有办法掌控嘛。中油表示，国际油价油源处伫高档，照普通油价机制调整原则，扩大汽柴油吸收金价30透早反正到4月初5，汽柴油继续过去1.7块甲1.5块，小卖价分别来到92无烟汽油每公升32块4，九五无烟汽油每公升33块9，超级柴油每公升31块。那以九五无烟汽油来讲，甲2月底比已经起5块2。学者分析，比邻近国家咱国政府对油价吸收金价已经相对偏悬，两三短期内未提升通膨，那电视延长都有变数。油料价格上涨的一个压力，当然那个通膨的预期心理就会起来。那它最后会不会真的把通膨完全带上来？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那当然就一个国家来讲，它可以吸收，也要看它的财政负担嘛。针对中东局势影响石化上游原料甲下游塑胶包材供应，行政院表示已经采取3大应变措施，包括大数石化配合4月份冻期、液化石油期，甲中油四金提前开路，提升乙烯产量，指引下游产业需求，搁设置专线，针对个别产业欠料情形，协助媒合，加速供应调度。记者综合报道。看到台中北区三民中伫5叉路口有车伫咧等红灯，也拄到救护车呢煞无让路，警方认定违规要加以重罚。不过，这大路口有设真济科技监控，就惊讲红破灯、中央灯啦，交通违规会来吃罚单。到底敢爱让救护车行？这是引起民众讨论。救护车伫声音伫后壁一直等，也毋过头前停等红灯的白色轿车拢袂震动，无让伊过，民众看袂入去，将影片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7点半左右，地点是台中市北区上有名的三民总店5叉路口。实际来看现场，有附近就医学中心，救护车通过这个路口是真接。当地民众是毋是应该爱重罚？看法是拢无共款。我觉得礼让救护车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对，那因为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我自己看到救护车我也会礼让。如果不重罚的话，可能又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民众会有效应，这样子就是会学着不让这样子。他不让，他让了，就是那种罚单要去申诉，那个很麻烦啊，对啊，有的人无用啊，法条应该再修的再合适一点。第5叉路因为常常发生事故，台中市府对2022年2月开始启用科技执法的设备，对抢红灯这违规行为自动侦测处理。部分民众认为讲，交予科技设备协调，则不爱让车。有社工平台打出文章网友检附行车影像向警方来检举，第2分局认定赛车人拄救护车无随避让违规情形属实，依道路交通管理司法条例45条规定，重罚6000到3万块，并且吊销驾照、吊扣车牌半年。该车辆于听闻救护车警号时未立即避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之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警方讲，科技执法路段若是有因为让救护车违法，初步后台人工审核时就会算出来被开罚。若民众伫其他路段确实因为让救护车犯法，也使检附这个行车记录影像做证据提出申诉。警方也会检看了后贴单。记者综合报道。
也半暝，高雄警方接到讲有民众塞车拢入去轻铁的区域是袂顶袂当，警方去处理，这个驾驶呢煞有够激动，警方就感觉讲怪怪，加以检验，结果有食毒，专案依法上班。透早1点外，穿黑衫的查甫人塞车拢离铁路区，警方去报告场，查甫人赶紧解释，因为路草无熟。过不去。啊，怎么会从这边开？导航就这样啊。驾驶讲伊和导航过度，无细离拢离轻铁铁路区袂顶袂当，也毋过查甫人反应愈来愈激动，警方发觉无啥着，对伊做保护管束，同时实施毒品喙烂快态检测，初步检验呈现阳性反应，除了拢离轻铁，影响大众运输系统安全，相关会当处12万的罚款。另外，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上班。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并吊销驾照。警方依规定自单举发，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多家掠事定团，刑事局统计，毒品喙烂快态上路以来，多家案件超过3200多件。内政部建议修法加重刑责，高雄地检署也针对辖区内多家案件将严对诉，求处重刑。毒驾案件缓起诉处分金之预知参考标准一律从重，初犯至少新台币9万元以上，且就执行案件裁量是否准予一科罚金时，将毒驾与酒驾合并计算达3次者，即不予准许，并立刻发监执行。检方指出，毒驾上路严重影响一般用路人安全，为要达到严重阻止目的，决定实施上严厉处分，落实毒驾零容忍。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伫英国的火车头，有民众是唔听可肯牵脚踏车去坐电楼梯，结果跋倒。代替着讲话牵脚踏车拖大卡的行李，为了安全是上好莫坐电楼梯。也即马呢是敢若会当看到无法会当处罚。手扶梯头前排队排真长，有真侪旅客，大家拢牵一台脚踏车，溜溜小小牵坐去，延过事故常常发生。当时在场的脚踏车队有部分成员把车牵上手扶梯，结果在搭乘的时候跌倒，但其实手扶梯距离升降电梯只有差50公尺距离。我觉得这样很不安全，因为如果后面有其他人的话，就是会造成他们受伤什么的。我就觉得有那个电梯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搭电梯。有可能是客满，然后也有可能要等很久，然后他觉得自己可以扛得上来，跟行人一起挤在一起的话，这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代志是发生伫2北英国火车站部分脚踏车队的队员，对火车来了后，歪插站务员大声口劝家己牵脚踏车坐这手扶梯，尾后有人摔倒，站务员赶紧夹这停机的开关骑落去，煞来用身体甲出入口挡掉咧，歪互因搁再上手扶梯，就惊代志变较严重。有时候这种状况，加减会发生啊。劝导他也不听让啊。我们会劝导，电扶梯是不应该牵脚踏车，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搭电梯。所以我们台铁原则上是没办法去开罚他，只能拒绝运送。其实车站手扶梯拢有大告示，脚踏车、囡仔车、大件行李，也是双手搬物件，这拢是不当使用的错误行为。坐手扶梯有安全风险，不过面对这种问题，代替也坦白讲，只有敢因可能严重的再解除契约，歪个在，不过无多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114年健保癌症医疗的支出是要到1567亿，这个数字是历来上介多。也伫咧医疗费用内底肺癌排伫咧第1，腰鞘癌排伫咧第10，也腰鞘癌是这10当来第1摆排着名。癌症继续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之首，健保支出也安尼提升。根据健保署的资料显示，114年癌症医疗支出费用约1567亿，创下新高。民众抗癌战线当一直有长，尤其互叫做癌王的腰鞘癌，医疗费用排名第10，也是10年来头1摆列入。癌症相当恶性，一般我们看到都是第3期或第4期，然后平均存活率大概不到半年，大概就治疗失败。即使刚开始治疗效果很好，大家都很高兴，家属也很高兴，但是一下子反扑回来的力道也很强。
癌症医疗支出甲就医人数双双成长，前3名由肺癌、胰癌、大肠癌包办。健保署分析，主要原因除了加入高龄化社会，佮甲体检复勘率提升有关系。像推动针对肺癌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等，虽然效品支出增加，不过也反映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后的目标是有效降低癌症死亡率。希望可以早期筛检、早期治疗。那希望说，大家被诊断的时候，其实是在早期，而不是在晚期。整体大家的这个意识提升之下，所以确实有看到它的人数有增加。那因为人数增加嘛，所以接受治疗的也会增加。健保署推动扩大早期体检、早期诊断治疗，搁投入新医疗科技甲癌药基金，希望让每一份健保资源拢会当确实守护民众的健康。另外，防治成效，健保署表示，目前扩大的体检甲治疗投资，犹原需要时间观察，有计大约3至5年了后，才会当伫存活率等指标上看到明显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是虾米冬季？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台北这个净流出有44000人，这个数字是全台湾上界多。要若看人口的流向，对台北迁去新北是有57000人，生活科是继续扩大，就是要用通勤的时间来换较俗的厝价。厝价物价真贵，是真侪少年人感觉上艰苦的。台北市正面临人口流失的社会难题。房价太贵买不起，所以这只能看就是台北周围的，包括新北或桃园，开车1个小时内的，好像也是都有。主要还是房价吧，因为我自己也有想过，就是到新北我就没有生活品质啦。如果你花很多钱在那个房子上面的话，你花通勤时间其实也还好。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2005年全台签署的人口是2123000人。比2004年增加74000人，年增率是3.6%。人口流动规模是近3年来上悬的。净选出县市，以台北市净选出44000人上多。扩散来是彰化县选出10426人是第2，也来云林县选出4203人排名第3。最主要的因素是跟中央推出房地合一2.0的新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去年的2月到5月。这4个月时间，我们人口总共迁出了接近3万人。对比下半年10月到12月，那我们人口迁出的总数是快速的下降到每个月只有620人左右。进一步观察人口流向，上大规模的迁徙又发生在首都区。去年对台北市所往新北市人口有57000人，是各县市流动上多。搁再来是新北市老向桃园市是23000人，显示台北新北桃园生活区是继续弹出来。用这个通勤的时间换更较俗的厝价。也若中部市颠倒变的情形，台中市继续吸纳周边县市人口移入，成做区域人口自吸中心。以台北市的社会人口的迁出的话，基本上就是高房价、高物价跟高生活压力，连带的可能连租屋的租金以及租屋的屋源都非常不够，所谓脱北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民团建议政府应该对补贴的主体政策落手，亲像社会主体租金补贴加社会主体帮助代管，减轻来台北工作青年居住生活费用。另外，为了加有利家庭老调咧，北市府也陆续推出随行新的政策，亲像扩大公托保健、营养午餐补助、公司有春秋的补助等。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护海婴仔来生团，宜兰县府公告讲今年4月到8月31日，南洋溪、新城溪甲南澳溪的出海口禁止人甲车来出入。保育鸟类海婴仔当年4月都会到宜兰个出海口找是生团，野鸟协会当年拢会记录，今年4月起到8月31日，县政府也公告，南洋溪、新城溪甲南澳溪出海口是海婴仔保育管制范围，禁止人员车辆出入。公告范围大概有稍微扩大一点哦，那同样是南洋溪的南岸，那以及新城溪的南北岸，那还有南澳溪的出海口。县政府表示，今年公告管制范围比往年大，像南溪出海口因为偏北，所以增加管制范围。新城溪出海口是头一摆南北岸拢列入管制范围，违反者若造成海婴仔死伤，恐惊涉及刑事责任。
也毋过南园溪出学口高当也可以当看到两麻仔废弃留伫沙坡顶的麻寮，宜兰县野鸟协会就烦恼，这废弃的麻寮若无处理，恐怕引来野狗饲鸟市，会对海野生态造成影响。假如能维持以前的收保证金，能在3月底把它拆除，那对于整个环境比较好影响，会。例如说，沟鼠会变很少。县政府表示，将对还未拆除的麻寮已经完成拆除作业，希望保障海影的生态。另外，当年努力伫海影生态调查的宜兰县野鸟协会也表示，最近几年海影的生态环境一直改变，需要投入更加侪能力做生态调查。也毋过有财务不足的问题，呼吁企业会当来协商赞助合作，帮助维护海影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花季对3月初10开始，今嘛樱花大开，是吸引真侪游客去看。林业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就表示讲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呢有31种的樱花，也这樱花会伫4月初10之前来小耍开花。看到阿里山工作站头前的樱王，树顶的花开甲满满是，请游客伫树骹来甲樱花翕相。一蕊一蕊白色的樱花，阁拄着好天，为3月初10开始是阿里山的樱花季，都有真侪游客安排行程，专工来阿里山看樱花。就是它盛开的时候，满满的就整棵树看不到叶子，都是樱花的时候，觉得很震撼。然后这棵樱花树的那个树干也特别的大，就看得出它是很有历史的。很漂亮很棒，今年开得很漂亮。除了工作站头前的樱王，阿里山派出所头前的樱花树嘛，拢已经开花啊。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解说员指出，园区内底计共有31种樱花，会伫4月初10之前陆续来开花。蓝景吉野樱开完之后呢，会换大岛樱登场，之后会换重瓣樱。所谓重瓣樱就包含普贤象樱啦、高沙樱啦、五锁樱啦、一叶樱，以及那个枝垂樱，都很漂亮。这个樱我觉得是开一半的，如果是满开的更漂亮。专门记录阿里山樱花的列表书就表示，除了第1代当日开的樱花，园区内底真侪所在，第2代樱花树嘛陆续开花咯。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指出，配合花季，阿里山有实施交通管制，而且山区日时甲暗时的温度有差，民众要来阿里山要做好准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0度至25度，中部地区22度至29度，南部地区25度至31度，东部地区24度至28度。外岛地区16度至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